平時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咧都受荷爾蒙斑嘅困擾嘅喎，尤其是係一啲生完 BB 啦，或者進入更年期嘅女士喎。我知道你哋呢部儀器咧可以幫到佢哋喎，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佢嘅賣點咧？好啊，嗱呢部咧係 Lutronic 嘅 Hollywood Spectra。Lutronic 咧係全球3大激光生產商。咁呢一部祛斑激光嚟講咧，佢已經去到第6代㗎啦。Hollywood Spectra 咧本身有2個獨有嘅技術，包括咗 HyperSurge Resonator 啦，同埋 IntelliBeam， 可以縮短激光輸出嘅時間，同時間提升佢嘅穩定性同安全性，變咗就唔會咁容易刺激到黑色素細胞。另外咧，佢有個 PDP 嘅技術咧，可以將咧傳統嘅激光一下啦分咗做2下、3下或者4下輸出，從而間咧進一步降低激光對皮膚嘅刺激性，提升個安全度㗎。最後嚟講咧，佢仲有一個嘅蜂巢頭，可以咧就進一步刺激我哋皮膚嘅膠原嘅，所以咧個皮膚嘅效果咧係非常之好㗎。哇，咁多功效，有興趣嘅你快啲過嚟睇啦！